来看最近嘉义有民众诈骗集团以家庭代工会当领补助款所以民众对去年12月份就甲口罩佮面板拢提供给对方。后来民众才发现讲，因的口罩变做是金饰口罩，才去报案，有掠到4个嫌犯，查扣21万甲一寡犯案的工具。在暗暝经以上地检署侦办警方来到诈骗集团的徛家，甲线销嫌犯等4个人拘提，因为这个诈骗集团用家庭代工领补助款做理由，骗被害人的金融卡、甲面板等等，落被被害人的口罩互警示，才发现讲可能是哄骗，向警方报案。以注销或伪变造的车牌悬挂在汽车，跨县市到外地的超商来收取被害民众所寄的提款卡，再将假投资诈欺集团诈骗民众汇款的金额到 ATM 去提领出来。警方表示，线销查甫人做头的4人诈骗集团，伫面册顶头发布家庭代工，来向民众把这假金铺夹出来，落尾因用假车牌到外县市领钱，经过警方追查，有扣21万落来。相关单位也呼吁年节伫要到啊，找头路就要特别注意。3要准备。要存疑查证，要确定工作内容，要亲友陪同。那面试的时候，则要把握7不的原则，就是不缴钱、不购买、不随意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路政处提醒民众，真侪社群网站用薪水悬无老实的广告伫咧找人，看准民众着急要找头路，制造求职陷阱。这个诈骗集团总共查出有5个口罩，7个被害人哄骗。专案依照涉嫌违反刑法诈欺，还有洗钱防制法等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